师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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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杀了我师兄！雪琪，我没有杀你师兄，你相信我。知道你是妖的时候，我选择相信你。你闯少阳那劫，我也相信你。就算知道你是魔煞星，我还是期待你会改变。我一次一次相信。 可结果呢？我身边的亲人一个一个因为你受到伤害，你伤了红姑姑，杀了我师父，杀了我师兄，你还让我怎么相信你？师父，师父！我从来就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我今日来邵阳，只是为了除掉元朗。现在元朗已经被我们除掉，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威胁到琉璃禅。我可以告诉你我所做的一切。这样的你就不会这么痛苦。于思风，我后悔认识了你。雪琪，后悔在福玉岛替你挡下打妖鞭，后悔曾经一心相许。后悔和你在一起的一切。世界有太多太多欢乐，等着我长大，用心去。我宁愿不曾跟你有过一丝的交集。师父，师父，师父。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我前9世是这样一个结局。朱玄清，
不会躲，来生来世，永生永世，我不想再见到你。师傅，你这傻小子别玩了，都快没命了！战神，亏老子1000年前拿你当朋友，历劫了几回就变得这么蠢了吗？无趣的很，无趣的很！师傅，我们走。浩辰，浩辰！上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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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辰，浩辰！上门！上门！浩辰！上门！玄机，你想好好练功是真心话吗？你可愿意来旭阳峰同我一起修行？旭阳峰，你天生就具有降魔除妖的天赋，也是老天安排，你要扛起守护秘境的使命。师兄，到底什么是守境者？守境者，便是我旭阳峰弟子所应承担的使命。守境者的职责，便是要誓死守护秘境的安全。你本是嫉恶如仇的战神，原本就不该对他动情，只是在凡间沾惹了世俗之情，才会误导自己。心痛，是他在你心中种下的心魔。没错，我就是魔煞星，罗侯嫉妒。你们以为我只是为了这个区区的琉璃盏？其实，我是为了除掉这个战神而来。玄机，姨娘和师父的仇你都忘了吗？影红师叔的仇你都忘了吗？你是希望他多做些恶，还是希望他多伤些同门手足？你又出尔反尔，你口中可还有真话？是他该死！玄机，不必顾及我们，机不可失，杀了魔兽王，杀了离之宫所有妖孽！不肯听我的话，以至于到了今天这一步。答应我，毁了琉璃盏，绝不能让妖族的奸计得逞。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师兄，师兄。浩辰师兄，对不起，这一切都是因为琉璃盏而起，都是他的错，我要毁了他。这是在哪儿？这里是焚如城渡恶道，你小子已经死了。吴兄莫要说笑。
我说你这小子，宁愿被战神丫头刺死都不还手，是不是傻？我大概是天下第一大傻子吧。此生，终究是我在奢望。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呀？当真不管他了？他说他后悔认识我，后悔和我在一起所有的一切。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回离泽宫吧，那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好。君天色还在悲鸣，一定是魔煞星的心魂有意，处在危险之中。魔煞星的心魂被封印在琉璃盏中，谁能动得了琉璃盏？威胁到魔煞星，战神。浩辰临死前嘱咐玄机，要他毁了琉璃盏，灭了魔煞星的心魂。要是魔煞星的心魂那么容易被毁的话，天界的人早就出手了，留不到现在。一切皆有因果，要我看，应该是天界那帮臭不要脸的对魔煞星的心魂做了什么有违天道的事情，导致魔煞星的心魂积天地怨怒难息，根本就毁不掉。虽然玄机那丫头有战神之力，但是我觉得，就算是她拼尽了性命，玉石俱焚都很难毁掉。不死心，又来闯秘境！让开！我不能伤及无辜，我要救玄机。魔煞星，今天就是你灰飞烟灭之时，休想再靠近琉璃盏半步！拿下！都别闹了，臭俺娘他爹！我告诉你，玄机根本就不能毁魔煞星心魂。不信你看啊！非常不好，怎么办？怎么会这样？浩辰明明说过，玄机是唯一可以摧毁魔煞星心魂的人。吕四凤，一定是你做了什么手脚！哎呀，都说不是了，怎么本神君说话你们都不相信吗？臭小娘要是毁了那个魔煞星心魂的话，她会跟着一块儿死的。浩辰说他是唯一可以毁掉心魂的人，不是因为他是战神，是因为他是……因为什么？你倒是说呀！是因为他是……是因为琉璃盏里面封印的。神魔天鬼，话都不让人说。没关系，我有记载战神来历的玉简，你们看了就明白了。看都不让人看啊！哼，你们天界就爱搞这种鬼鬼祟祟、见不得人的东西。闭嘴吧你！你算什么东西？天界行事轮得着你说话？要不是浩辰搅和这么一下子，
浩辰，浩辰为什么会知道玄机是能毁掉魔煞星星魂的人？玄机，拦住他！杀手，你拼不过他的，放开我！别把自己命搭进去！不能再等了！我放开你也没用啊，师父。他是谁啊？除了他自己，谁都没办法跟他抗衡。不行，一定还有其他的办法。我不能看着他灰飞烟灭。藤生，藤生，我知道，你肯定还有其他的办法。说呀！君天策海，他曾经是魔煞星的一部分，你可以吸取他的力量对抗琉璃禅。绝对不行，师父你并非魔族，你吸收不了君天策海全部的力量。这猢狲说的对，你要是这么做的话，你会被那股力量熬死的。我只问你，要怎么做？你快说呀！金翅鸟族聚集之处在肋下是吧？把君天策海插进去。你给我闭嘴，小臭蛇！我绝不能给你师父。吴大哥，你答应过我，要帮我3件事。我不能让你去死啊！吴大哥，我求求你了！好，你要去死，我拦不住你。新的星魂就要冲出琉璃盏了。藤生，你先过来照顾玄机。 他有自己的理念。
说，今日之事，无论如何都不要告诉他。拜托了。从今以后，特指使出玄机。胡大哥，我们走。好，师父。魔煞星不出，终是祸患。他们走不远的，我们追。我说你们是真蠢啊！就这点事就听不明白吗？哎，追什么追啊？是司凤这小子救了玄机，也是司凤刚刚封住了这个被你们差点打开的琉璃盏，也是司凤杀了元老，阻止了他放出魔煞星颠覆三界的计划。现在你们好好的站在这儿，三界太太平平的，一点事儿都没有。你们没干好的事儿，司凤这只妖全帮你们干了。他是魔煞星，他图什么呀？也不好好想想。没了，你还没有告诉我妹妹在哪？你怎么可以灰飞烟灭啊！是我欺骗了各位长老，各位族人。我已经没有灵力再统领金翅鸟一族。罗长老，这个就交给你了。公主不可。唉，世人皆道，我金翅鸟族嗜血好斗。其实我们所追求的，不过是安定的生活。只是我金翅鸟族重诺与魔族誓约犹在，又怎能不拼上性命去履行誓约？公主方才说自己并非魔尊，也无意颠覆三界，让我族人不必为之战斗。这岂不让我金翅鸟一族都松了一口气？而公主仍旧是12羽金翅鸟，又一直暗暗为族人做打算，并且觅得绝佳避世之所，供我族人休养生息。试问，能统领我金翅鸟族者，除了公主，还能是谁？这金羽令和黑羽令，还是由公主保管。罗长老，其实我……行了，族人呢，都还认你这个公主，你还在这推脱什么呀？正是，请公主放心，我定会与其他3位长老共同打理好全族上下事宜，静候公主归来。属下先行告退。我本想将公主之位交给罗长老。刘大哥，你为何要阻我？啊，我不拦着你。我看着你撞南墙，看着你选了情人咒，我看着你自己假装魔煞星，把自己弄得半死不活。现在我还得看着你把事情都交代清楚了，然后自己一个人偷偷的找个地方自己去等死。小凤凰，你是这么想的吧？我身体里君天策海的力量不停地在翻滚，我不知道。你是怕有一天君天策海的力量你承受不住，它会爆体而出，你死就死了。君天策海会被有心之人利用，释放魔煞星的星魂出来。到时候，
玄机就会变成一具怨念缠身的修罗魔煞，所以你一定要离玄机远远的，死也要死得远远的，是吗？好，我刚刚收拾东西的时候呢，找到了一瓶你爹留下来的忘情丹。既然你都打算放手而去了，干脆吃了这忘情丹，彻底抽身，重新开始吧。嗯。玄机，玄机，你醒了，怎么样？臭小娘，怎么？我不是在秘境回到魔煞星的星魂吗？怎么会？你撑不住晕过去了。爹爹重新封印了琉璃盏。是爹爹封印的琉璃盏吗？我怎么记得我看见了司凤？你看见什么了？你肯定是睡糊涂了。你晕倒在秘境里，爹爹重新封印了琉璃盏，就让腾蛇带你出来了。不信你问腾蛇，是吧，腾蛇？是这样吗？啊，你自己看见了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我大概是当时昏了头，看错了。玄机，我跟爹爹都没想到，毁掉琉璃盏里的东西是会要你命的。如果我们知道，肯定不会让你去的。你答应姐姐，以后不要这样不顾自己的身体，好吗？对，这件事情我要非常严肃地告诉你，你是毁不了魔煞星星魂的，是你那个浩辰师兄弄错了，以后你不能干这样的事情了，知不知道？弄错了。小狐狸，酒呢？小狐狸，小狐狸，小狐狸，拿。好酒，一坛子不够啊。不够啊，离泽宫的地库还多的是呢。小司凤把离泽宫的弟子都带走了。天续堂的妖也散了，这剩下的酒够喝死你这醉生梦死的臭猢狲了。那真是美极了。哎，小狐狸，你觉不觉得司凤她挺奇怪啊？你看啊，她这好不容易强撑着回来了，就要马不停蹄地做那些，做人做妖都不易。就应该洒脱自由，活得开心嘛，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感受呢？他倒好，非要找一些自己承受不了的重担，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我是真搞不懂。是啊，你是不懂。毕竟在你心中，这做妖一事最重要的就是自由。可是你又怎知呢？在有些人、有些妖心里，有远比那更重要的。作茧自缚又如何？不过都是心甘情愿的。这有酒没菜不美不美，我得找点下酒菜去。臭小娘，你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你不会还想去毁掉那个什么魔煞星星魂吧？浩辰师兄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毁了琉璃盏，可是我还是没有做到。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越想毁掉它，我的心就越痛。而且我好像看到魔煞星星魂被剖出时的情形。
你看见了？我看不清，只是一些影子。哦。但是我分明能感到魔煞星星魂被剖出时的那种痛苦。太奇怪了。可能是因为你和他之间有什么联系吧？是因为我斩杀了魔煞星，封印了他的星魂吗？可我总觉得，又好像不是那样。还是因为我被魔煞星影响太深，被蛊惑了。我好像在睡梦中梦见了司凤。或许是我不够坚决，才没有完成浩辰师兄的嘱托。魔煞星星魂不出，3界难以安宁。我还是要去试一试。别，你不能再试了，你试了会死，会死，你知不知道？心怀苍生而牺牲，是我的命数。而且我不想让司凤变成魔头。谁说司凤一定会变成大魔头了？谁说你必须要死才能救苍生性命了？什么命数？你原来不是根本就不屑于命数之说吗？就是因为你那个什么师兄死前说了几句废话，你就要闷着头往里撞？腾蛇，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啊。你的师兄死了，那他说的话就一定是对的吗？你别说魔煞星星魂现在还没有被放出来，就算魔煞星星魂真的归体了，他就一定会大杀四方，颠覆3界，危及苍生性命吗？你是不是知道一些什么？我只知道，魔煞星灭世之说原本就只是猜测，没有人知道魔煞星会做什么，连天帝都不知道。魔煞星什么都还没有做呢，凭什么就被下了必是凶煞的定论，判了10恶不赦的罪？你又凭什么要为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就去牺牲自己的性命呢？而你的师兄一定要你防患于未然，把一切斩杀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即便这个事情到最后很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可是，浩辰师兄总说，魔煞星现世就一定会带来灾难的。是啊，他分明就是利用你对他的信任，逼你去做他认为对的事情。玄机，琉璃盏现在被重新封印了，一点危险都没有，你就不要再……唉。唐生，凭爹爹的能力，能够封印住琉璃盏吗？我还是要自己去看一下，我才能放心。算了，何必要瞒？他总该要知道的。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是金翅鸟的封印？你当时差点就和魔煞星星魂一起灰飞烟灭了，是他救下了你，又耗尽法力重新封印了琉璃盏，为此他伤得很重。大家都不太想让你知道这件事情，包括司凤他自己。所以这不是吗？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不是魔煞星吗？他不是要打开琉璃盏吗？我不是魔煞星，我从来就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我今日来邵阳，只是为了除掉元朗。你闭嘴！司凤，他明明杀了师父，杀了浩辰师兄，杀了影魂姑姑，可是从来就没有人见过他亲自动手，是不是？我觉得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但是他确实不是魔煞星。他把自己伪装成魔煞星的身份，主要是为了铲除元朗，因为最大的隐患根本就不是还没有出现的魔煞星，而是早就野心昭著的元朗啊。是这样吗？那你说他所作所为又哪点像魔煞星呢？他解决了麻烦，又耗了大半条命封印了琉璃盏，现在也稳定得很。我不知道，我觉得有很多事情还是得你亲自去问清楚。爹爹，刚刚醒来，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我要去趟离泽宫，我有话要亲自问司凤。你不必去了，离泽宫都已经撤了，我已经派命星打探过，离泽宫所有的结界全都撤光了，现在只剩下一座空殿，所有的金翅鸟妖全都不知去向，也不知道这离泽宫到底是真的放弃了，
还是想潜藏起来，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阴谋？那我也要去一趟。师傅，师傅，有弟子在不周山附近发现了巫童的行踪。巫童？难道雨四凤带着金翅鸟妖又折回了不周山？还要再打探仔细些。记住，这件事情绝不能让玲珑知道。这，玲珑师妹已经去了，说要亲自斩杀巫童。什么？这是胡闹！他怎么会是巫童的对手？爹，你别急，我去把玲珑追回来。他一时进不了不周山的。那也不一定。米言当时跟巫童身边留下了一枚黑白指环，有了黑白指环，他想进不周山还不简单？终于来了，我等了你好长时间。我在不周山外晃荡了好些日子，我知道你听到我的消息，一定会过来的。看你这个样子，周敏言死了吧？他不会死，只有你会死。他还没死，你就过来找我了，这么迫不及待想要见到我，也是，从前我们多么快活呀！你心里只有我一个人，只对我一个人好，每天都缠着我，跟我撒娇。那不是我，那不是我！说这些气话有什么用啊？你终究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你现在不是还在我身边吗？我今天就要为你披上红盖头，与你礼成。别着急，待我布置好了心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纠缠一生。吴桐，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到了。脚底下藏了雷阵，你以为是个雷阵就能劈死我了？是啊，普通的雷阵能奈你何？但如果是我以自己为己，引天雷劫呢？吴桐，以你我的道行，一个天雷劫，该足以灰飞烟灭了吧？你就要死了！哪儿都别想去！你想用这种同归于尽的法子来杀我？好，这样也不错，生不能跟你在一起，跟你一起死为满足了。天雷劫，快使！看你点，不要开了。哎，你看，什么人？哎呀，别管了，赶紧下去吧。头蛇大人，蛇大人，是我，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生疏玉律，
你们两个老儿是不是要陪老子好好的玩上一玩啊？天雷劫，玲珑，玲珑，为什么这么早？要不是我及时赶来的话，你就……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要我跟爹爹了。刘师兄呢？你都不再管了吗？米言应该醒不过来了吧？说好了同生共死，也只是殊途同归罢了。同生，这一剑贯穿心脉，换成寻常人早已当场毙命。命数天定，不可强求。我就是要强求，我一定要救他，只要有一丝希望，我都要救。如果救活了，那自然是好；如果救不活，我就跟他一起去死。可我在干什么？梧桐，我们之间的旧仇，今日就一并清算了吧。你的手下呢？天虚堂和离泽宫的妖都去哪儿了？天虚堂不都被你的情人雨丝凤给散了吗？元朗算计了千百年，想要颠覆三界的大业也毁在了雨丝凤的手中，这些难道你都不知道吗？哼！战神果然是有妙招啊，让雨丝凤身为魔煞星，竟然不想打开琉璃盏，宁愿自断后路也要跟你长相厮守。你胡说！玲珑，梧桐说的和腾蛇猜的是一样的。司凤不会是真的因为元朗在？难道是我们误会司凤了？你说，司凤和整个离泽宫都在哪儿？我怎么知道？他要杀我，我躲他还来不及呢。不过，你怎么会不知道？难道他没有去找你？难不成，虽然他杀了元朗，也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哼哼，也许啊，做魔头杀光天下也没什么意思，缺了自己心里想要的那个人，一切都是无趣的。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这是什么情况？两个人族打架都打进不周山了，你们两个愣是没看见啊！这，我要是你们俩呀，今天这两个人族，我还有战神将军，通通当作没看见，这样我就不用向天界汇报你们玩忽职守了。你们说怎么样？啊！
刀问狂，就连恨我的样子也好看。为何我到现在才明白，我要的并不是血洗武大牌，也不是报复所有的人，而是要你看向我的眼神。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只想把你的目光移到我身上了。大人，焚如城大门洞开，这2个人若不离去，将会被吸入焚如城不明之处，或将永归于焚如城。这么办事儿？走了。你放开我！我托你放手！放开！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手！你放开我！我走！从前我一直不明白，不知道活着是什么意义，一心只想着报仇。眼下临死了，我才明白，放手！我一直想要的就是你。你放开我！我不要跟你！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我不要跟你一起死！臭小娘！你放手啊！玲珑，陈姐，姑娘，你为什么不流泪？难道你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吗？有什么念念不忘？不过是无聊的一生。忘了吧，忘了也好。这是忘川，我刚才那是自放。你这个琴师倒是很奇怪啊，你是不是喜欢我？我平生就没见过真心这个东西，我也不相信这个世上有什么真心。你说你不相信真心，这一次我为我自己赌一次，我赌你会不会把我记在心里。怎么赌？等你死了之后，循着这滴血来问我。晋王拥兵自重，结党营私，屡屡罔顾皇命。信王的罪，还需要孤来安吗？我问你夺天下，顾政权，
守疆土，到头来还抵不过一句话：人心叵测。愿陛下以后能信可信之人，无边顾忌。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你真的要用金属把眼睛换给我吗？你身为巫女之后，若无法吸巫术继承衣钵，你就会被火祭。我不愿看着你死。就算是这样，我也不会记得。我只要你好好活着。你放心，我会死得远远的，今生再也不相见。我视你为知己，你为何要杀我？有人出钱买你的命，你死，我从此自由。为什么？我希望我死后，你莫要忘了我。你死了心了，我为何要记得？原来是乌九师上的，竟是这样！我还信誓旦旦地说会证明今世我对他不同，却又辜负了他。不，我不能沉沦于此，我要去找司凤问个明白。你恨天界负你欺你，总是要报复，对吗？天界对我做这样的事，你觉得我会原谅吗？天诛！没错，你不应该命丧于此。我送你去焚如城诛人境，天界便不可再随意伤你。不可！一起去，我会用我的生命度化你，化解你的戾气，弥补天界对你的过错。司凤，司凤！你在？陈小娘，你还好吧？啊，你怎么样了？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挣扎？
来他一直都在，在天界时就默默陪着我，又凭却一身仙骨，从天界的惩戒下换我世世轮回，是我连累的，也被编罚。而我不但把一切都忘了个干净，还一次又一次的伤他彻底。你发什么呆呀？我全看见了。我从天界被贬下凡的时候，是百灵抹去了我所有的记忆，连万劫八荒镜都找不回那些记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天界做事自成一统，都是有自己的考量的。考量？我不过是天界玩弄的物件罢了。哎呀，先不说这些了，你刚刚在下面就没有看到什么别的吗？我刚才看见，从天界到石室历劫，就算众叛亲离，所有人都被弃我而去，只有司凤，他倾尽所有助我帮我。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背叛我？老少，是我错了，是不是我从头到尾都错了？对了，我刚刚送玲珑回邵阳的时候遇见了婷奴，他说是司凤请他回来给周敏言救命的。那婷奴一定知道司凤的下落了，你怎么不早说？哎，小六子，小六子，玲珑，我就知道你不会离开我的。如果你不要我的话，我上天入地也都会把你找到的。我媳妇还没娶上呢，哪儿都不去。怎么？我去了不周山，找梧桐算账，他已经死了，我们的噩梦都翻篇了。我也想通了，我不会再犯傻了，所有的事情都过去了。媳妇儿，相公我也从不嫌弃你傻。你才傻呢！六师兄，玄机，腾蛇说你没事，还是要见到你本人，我才安心。我没事，六师兄准未为安，我也总算踏实了。你们呢，个个都让我不省心，以后都给我好好的啊！敏言，你好好的养伤。楚某这次又欠足下一份大恩情，当真是感激不尽。楚掌门也不用谢我，我也是受朋友之托前来的。丁奴，你说的人是司凤吗？嗯。他除了让我救你六师兄外，还嘱托了我2件事情。其一，他让我转告楚掌门，天虚堂已散，往后央俗如何，他无法掌控。但是他可以保证，金翅鸟一族绝对不会参与到人族以及其他修仙门派的争斗中去。口说无凭啊！也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至于其二，他托我送此丹丸给楚长老。此丹丸得来不易，可以帮助楚长老蓄养经脉，往后可以重修内力。诸位，在下告辞。尹红姑姑，你别生气啊，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到底有没有看清是谁伤了你啊？坦白说，我当时并未看清伤我之人是谁，只知道他是离泽宫的人，而当时就只有雨司凤在。不，还有若玉。司凤说，他当时是为了追若玉，
才会被困在结界当中。我们当时都没有信他。梧桐攻入上阳那次，我见到了若玉，我是听他亲口承认，闯秘境结界，还有重伤尹红姑姑的人，都是若玉。司凤她没有说谎，是我错怪了她。所以，真的如梧桐死之前所说，司凤她根本就没有想打开琉璃盏，引起战火，颠覆三界。她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毁掉元朗的诡计。司凤说过他不是谋杀星的，是我一直都没有相信他。他说过要处理好这一切的事情，给我一个答复。可是，一直以来是我只相信我所看到的，没有好好听他解释。而且我还生气他骗了我，没有按我的心意走。天奴，天奴！你明明知道玄机的师兄并非司凤所害，为何就是不肯上去说清楚啊？说，我说什么呀？我开了天眼，我分明看见那天就是元朗化生的大修罗害了楚玄机的师兄，小凤凰是去救人的，结果呢，还不是被反咬一口？小凤凰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那个傻丫头？啊，他屁颠的跑去救人，结果现在这个屎盆子让人扣得死死的。我现在说什么大家都不会信了。楚玄机那个师兄，王八蛋，也是莫名其妙，自己被元朗伤了，自己明明清楚，反过头来就要咬小凤凰。我算是看清楚了，邵阳派这帮不讲理的，摆明了就是想冤死小凤凰。柳大哥，柳大哥，你说什么？你都听见了？我说什么重要吗？小凤凰现在被冤枉，你好开心啊！易欢，司凤他真的没有杀过我师兄，你都看见了。哎，这是什么？我不光看见了，我还看得清清楚楚。但师兄为什么要冤枉司凤？我怎么知道？你那个师兄对妖的偏见有多大，你自己不清楚吗？啊，保不齐他就想多冤死一个是一个。走了，听懂？哎，这破地方少阳山，要不是雨司凤让我们来救人，我这辈子都不想再来。刘大哥，你告诉我司凤现在在哪？你管呢？离子宫已经撤空了，金翅鸟一族已经决定绝迹人间，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这样正好，省得再被你们找麻烦。撤空？为什么要撤空？司凤走了吗？他不想见我，不想理我了吗？不理你好啊！当初我就是瞎了眼，我还撮合你们两个。雨司凤现在情人咒发作2次了，再有一次死定了，一刀两断，正好保命。情人咒？什么是情人咒？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你呀，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你还问什么？走了，听懂？易欢，你就把你知道的一切，通通告诉玄机。即使要断，也该断得清楚。好，那我就告诉你。告诉你，雨司凤到底为你做了什么？情人咒面具，是离泽宫最残酷的刑罚。许多人遇到了自己心仪的女子生了情，宁愿自裁，都不愿意戴上情人咒面具。因为一旦生了情，面具就会长在脸上，再也摘不下来。情伤3次，就会在痛苦中死去。小凤凰舍不得对你绝情绝义，她被公主关在13阶炼狱塔里，整整折磨了1年啊！最后是因为你对她不闻不问，她只有戴上情人咒面具才能获得自由。出来以后呢，本来应该对你避而远之的，可没想到，你拼了命的往她面前钻。司凤，司凤，真的是你啊！哎，你又戴上新的面具了，害我差点都没认出来你。活该小凤凰倒霉，她心存侥幸，她以为你会不一样，她以为你会对她真心真意，她以为你会帮她揭下那个面具，她以为你会帮她解了情人咒。阴差阳错，你是战神啊！昆仑神木做的情人咒面具根本抵抗不了你的先天神力，面具一下子就被揭下来了，可情人咒解不了。司凤，本来呢，他对你没有期望，不起波澜。
秦人咒就不会发作。可他偏偏对你义无反顾，这小子要下多大的决心，才能把命交给你？你不是说面具摘下来就是笑脸吗？他怎么在哭啊？玄机，这面具真的是你摘下来的吗？是啊。师父，我错了，师父。雨丝凤现在情人咒发作2次了，再有1次死定了，一刀两断，正好保命。程小娘，程小娘，你干什么？离德公在这边，你刚才差点扎海里。是啊，我都干了什么？他做完了这一切，积极跟我解释，可是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还跟他说了那么多狠话。他没告诉你，你不知道，这也不赖你。不是，你不管我遇到什么事情，就算我不说，他也都知道。可是我呢？我就从来没有想过他到底要的是什么，他心里到底是开心的还是难受的？他说我没有心，我可不就是没有心吗？现在他走了。李泽公成了一片空城，他真的走得彻底。